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2月2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7篇第1节到11节，39节到40节，创世纪44章18节到34节，路加福音第8章第1节到1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播种。耶稣基督教导跟随者传福音，就如同是撒种一样，因为没有人希望撒种是撒在这个荆棘当中呢、磐石上呢，或是道路的中央。过去农田在第一次开发的时候，总是会先将土中的这个石头给挖出来，让一整区的土呢变成良田良土啊。当然也一定会先除杂草，免得在种苗成长的时候受到杂草的影响。耶稣基督这样教导与提醒，是因为撒种的状况会直接影响收成的结果。福音的种子是否能够有好的收成，撒种是第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了哈。在约瑟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他的哥哥们呢，因为心里嫉妒，在心中撒了不好的种子，因此造成了他们的父亲雅各失去了一个儿子，也使得他们的弟弟约瑟在他的生命坎坷。在约瑟还没有公开他的身份之前呢，他的哥哥们在面对这一些一而再出现的奇怪的问题状况，感到非常的困扰。昨天我们在读经的当中也看到了便雅悯的袋子里面发现了宰相的银杯，因此他就必须要被留下来当奴隶的这样的记载。后来犹大就挺身而出，请求让他自己与便雅悯交换。创世纪44章18节到34节记载了这一段的对话，可以说是坏种子的影响。犹大走向前对约瑟说：“我主啊，恳求你准我直率地向你陈情，你跟王同等，求你别对你仆人发怒。我主啊，你问过我们，你们有父亲或其他兄弟没有？我们回答，有一位年老的父亲，还有一个小弟弟，是父亲年老的时候生的。这弟弟的亲哥哥死了，他是他们生母留下来唯一的孩子，所以父亲很疼爱他。我主啊，你吩咐我们带他来，让你亲眼看看。但是我们说过，这孩子不可离开他的父亲，要是离开，他父亲一定会死。可是我主说，除非你们把小弟弟一起带来，不准你们再来见我。我们回到父亲那里，把我主的话告诉他。后来他要我们再来买粮，我们对他说，我们不能去，除非最小的弟弟跟我们同行。我们不能再见到那人，除非我们的小弟弟跟我们一道去，我们是不能的。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梅姐只给我生了2个儿子，其中一个已经离开我去了。自从他离开以后，我没有再见到他，他一定被野兽撕碎了。现在你们要带这个最小的离开我，要是他在路上遇到意外，你们就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进坟墓了。犹大继续说，因此我主啊，我的父亲的命跟这孩子的命是相连接的。要是我们不带这孩子回去，他见不到这个孩子，一定没命。我们岂不是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进坟墓吗？不但这样，我亲自向父亲担保，告诉他，要是我不把孩子带回给他，我愿意终身担受罪责。
因此，我主啊，我愿意留在这里，替这孩子做你的奴隶，请让他和哥哥们回去。要是这孩子不跟我回去，我怎么能够回去见我父亲？我不忍心看父亲遭遇这样的灾难。耶稣基督撒种比喻的教导是非常清楚的，叫跟随的人们要除去心里的恶鬼，要撒种在好的土地上，生命才能够得到成长，并且结实100倍。路加福音第8章第1节到11节，耶稣基督的教导这样说道：过了些时候，耶稣走过各城市乡村，传扬上帝主权的福音。12使徒和他同行，此外还有些妇女，都是曾被邪灵和疾病缠绕，已经被治好了的。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从她身上曾有7个鬼被赶出来，还有希律官邸的官员苦撒的妻子亚娜和苏珊娜，以及其他的好些妇女，他们都用自己的财物供应耶稣和他的门徒。群众从各城各地纷纷的来见耶稣。一大群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讲下面的比喻：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的时候，有些种子落在路旁，有些被人践踏，鸟儿飞来把它们吃掉；有些落在石地上，种子长苗后就枯干了，因为得不到水分；有些种子落在荆棘里，荆棘跟着一起成长，把幼苗挤住了。另外有一些种子洒落在好的土壤里，长苗长大起来，结实100倍。耶稣又说：有耳朵都听吧。耶稣的门徒来问他这个比喻的意思。他说：有关上帝国奥秘的知识已经给你们了，至于对其他的人，就用比喻，使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明。这比喻的含义是这样子：种子是指上帝的信息，上帝福音的信息是要在好土地里成长。我们的心田是否已经预备好接受福音的种子呢？诗篇37篇第1节到11节，39节到40节。不要因作恶的人懊恼，不要羡慕行不义的人，他们要像草一般很快的枯干，他们要像花木一样的凋残。要信靠上主，努力行善，安居在这片土地上，享受康宁。要向上主寻求喜乐，他一定成全你的心愿。要把你自己交托上主，信靠他，他会帮助你。他要使你的公平如光照射，他要使你的公义正义如正午太阳。要耐心等候上主面前，不要因兴盛的人而愤恼，不要因恶谋得逞的人不平。不要气愤，不要发怒，不要懊恼，这对你们有害无益。信靠上主的人要安居在这片土地上，这是作恶的人要被赶走，只一眨眼，邪恶的人就会消灭。你找他们也找不到，但是谦卑的人要定居在这片土地上，他们要安宁安享无穷的幸福。上主拯救义人，在患难时保护他们，上主帮助他们，他救他们脱离邪恶的人，因他们向他寻求庇护。盼望福音的种子洒落在我们的心田，求主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驱逐我们心灵当中的恶念，使我们领受救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